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8月22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106年度高中甲国中小校长行政会议，上午伫市长的主持之下，伫中英大学召开，总共322间学校的校长组织做伙，针对新的教育议题进行交流甲讨论。为了感谢咱市高中以及国中小校长伫咧过去一冬来为着教育辛苦付出，同时佮针对新兴的教育议题要进行交流佮讨论。台南市106年度高中以及国中小校长行政会议伫咧市长的主持之下召开。市长除了感谢各位校长过去一冬的辛苦佮用心，也勉励因爱用爱心去坚持家己的教学理念，用爱教导后一代。五常里面的老师的地位是五常，位列五常的，以天地君亲并列，这是台湾社会对老师跟校长的看法。因此呢，我想勉励各位校长回去也勉励各位老师要用爱照顾我们的小孩。虽然说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其中背后隐藏的就是爱。我们推动卓越教学计划、磐石奖阅读计划，我们也推动英语成为台南市的官方语言，也推动种种的这个政策。但是我想最核心的就是爱就是爱。这届校长行政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未来新时代的教育思维，同时借由行政会议校长聚集做伙时间，这学校得到的卓越教学奖，也借会议献奖给台南市，并希望在未来会当营造出更加专业的教学文化，让咱台南市的教育再次创造观点。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施青儿福利基金会2015年首次举办骑铁马的公益活动，带领嘉义以及屏东的施青儿完成300多公里的脚踏车挑战。今年串联全台12个服务处，总共500位施青儿挑战自我，为当中学习团队合作甲无放弃的精神。施青儿福利基金会串联全国12个服务处，带领500位施青儿挑战自我，以着骑脚踏车的方式进行数百公里的公益活动。伫台南总共有30名施青儿参加，并且由施青儿福利基金会台南处主任李确珍以及志刚陪同之下，进行2天，总共170公里的路程。希望会当互囡仔学习到感恩惜福。2017年的为爱骑乘的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让孩子去学会到说，我们借由骑单车的方式，然后从台南要骑到垦丁，然后在这快将近200公里的过程，我们会花2天的时间，然后为了让孩子去学会一些他们需要学习的独立。还有在体力上的训练、耐力上的训练，还有在生活力上的训练，对。然后就是这个活动是我们今年施青儿基金会全省12个服务处500多个孩子，大家一起联合。2017全国施青儿公益铁马行活动，伫各地拢受到爱心人士的支持，基金会也颁奖感谢状，或者爱心单位付出。也邀请社会各界会当持续关怀这施青儿的生活，互因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每一档200个种族合金办法，拢是家父中心真大的募款压力。不过今年伫好用都基金会甲开基玉皇宫等单位的赞助，总共筹募590万。上午顺利颁发，予521位受扶助的学生，场面温馨。
每一当南台南家护中心对外募款，都希望予弱势家庭、受扶助学生伫新的学期拢当安心就学。伫今年秋季助学金伫后影岛基金会开启体育奖等善心团体全力支持，顺利达到目标。上午以颁发对国小教研究所总共590万来奖助521位优秀学生。当然，希望除了实际奖金以外，嘛鼓励因乐观进取等生命态度来当大人共款，场面相当温馨。好的，那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优秀学子来到我们的台下，请我们的优秀学子来到台下。那我们伫迄种学生当中，嘛出现2位受扶助已经适当的兄弟仔，勇敢面对家庭的困境，乐观奋斗，今年拢双双考上理想学校，表达感恩。我现在感受就是受到肯定，那我也会去回想，从加入家福之后，然后受到各界的帮忙，今天看到这么多与会的嘉宾，就会发现到其实，是透过很多社会上的力量，那再借由家福，然后他们去获取这些资源，然后投资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来自单亲的家庭，那可能资源会比较有限，所以比起同侪的话，那我很感谢加入家福，然后这么多老师可以给我们鼓励，这样很感谢家福从我们小到大一路以来的支持，让我们在这个求学路上可以顺利，也是很感谢家福，然后还有社会大众都愿意给我们肯定。有这样一个团体甲善心人士鼓励甲扶持，相信就是影响因生命真大恩人。但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伫暑假结束了后，代表新的学期准备来到。伫台湾世界展望会服务的囡仔当中，都有264位准备迈入大学生活。对此，长期资助这款学生的小肉餐厅，中岛特别邀请14位考调理想学校的学生做伙用餐，为因加油打气。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国内组合计划，地点就有2296位经济弱势家庭的囡仔，每学期组合金达到2700万。你伫暑假过后，特别迎接新的学期，为着庆祝14位学生考调理想的学校，长期资助世界展望会的小肉餐厅，以及侪爱心企业，中岛特别邀请这几位优秀的学生，为因迈入新的环境来加油打气。这一次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考上大学的孩子，我们也透过我们呼吁一些企业来资助，就是呼吁这些企业来资助我们，就是说让我们就是说透过这些企业的资助，还有社会上资助人的资助，让这些孩子能够顺利的上大学。那我们今天特别就也跟探索马里这边合作，让这些孩子能够来这边享用午餐。那探索马里他们除了捐款之外呢，也让我们就是说也让这些就是说孩子可以在这边享用午餐，就是说就是除了帮助他们之外，也让他们恭喜他们这样子上大学之外，所以今天是一个特别很温馨的日子。这样当中受世界展望会帮助的囡仔，也分享因考调理想学校的心情，并感谢资助者的帮忙，让因唔免烦恼学费的问题，会当专心全力来充实家己。期勉我们能够朝着各自的梦想努力。最后，我想向各位就是社工老师们说声谢谢，也想向资助者们道声谢谢，因为他们的付出，使得我生活上的难处都能一一被化解。然后，我想我能以行动作为感谢的，就只有把这份情传下去吧。放弃学测，然后就努力读书，拼看看指考，然后就认真读。虽然有的科目很烂呢，就最后考到理想的大学啊，很高兴。就是谢谢展望会跟企业们的赞助。台湾世界展望会借着这摆的机会，也呼吁各界的善心人士响应国内的组合行动，让囡仔更较有勇气来实现家己的梦。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
台南精英扶轮社将伫11月19号伫土城圣母庙举办第1届公益路跑比赛，为了让更较侪身体有障碍的朋友，也会当甲一般人同款参加路跑。伊甸基金会也积极响应这项活动，并开始让这寡身障朋友接受专业训练，要成为这项路跑的最佳代言人。第1届精英乐跑让爱发光路跑活动，这届路跑活动分做21公里、12公里、6公里以及3公里4大类别，以公益为主，也因此伊甸基金会积极响应，希望让这寡身体状况比较好的身心障碍朋友接受专业的跑步训练，希望因有机会的话，嘛会当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那是在11月19号，那地点是在鹿耳门。那我们要开始这次路跑，其实是因为扶轮社跟乐跑协会的合作，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公益活动，然后带给社会更多的爱心可以发挥出来。那这一次的活动募款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伊甸基金会平时在帮助的这些弱势团体，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认同这样理念的好朋友可以一起出来共襄盛举。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然后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去关心我们这个社会上，事实上有很多我们的身心障碍人士，可以让他们透过我们这次举办这样的活动，那我们捐做这次的小作所，那让我们身障人士也可以透过在小作所里面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训练。只要有爱心，相信一切障碍拢唔是问题。伊甸基金会鼓励身障朋友行出去，融入社会，参加路跑，也希望有较侪社会大众甲因支持这场精英乐跑让爱发光公益路跑。同时来参加路跑，可以当将这特别设计的保证扎登去，欢迎民众踊跃来参与。精英乐跑，让爱发光，活动成功，耶！台南新闻网找彩虹报道。新秀阮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这16岁是府城第一位传统民俗，伫文化以及传统仪式渐渐受到重视的现在。这16岁已经成为台南庙宇的全民运动。参像安平开台天剧中，伫8月28号同港，就有办理一场这16岁的活动，吸引200多名青少年报名参加。安平开台天剧中举办这16岁活动，因为口碑真好，每一档拢吸引真侪青少年朋友报名参加。至今已经连续19档举办。除了延续传统的科技、敬拜神明、两招舞景以外，也有灯王城、跳动打，向前学习脚踏实地、负责任的态度来长大成人，一步一步迈向人生的高峰。希望这个活动，让青少年了解，爱开始对家己负责，勇敢拒绝不良的引诱，走向光明的未来。咱安平天主教这来的第一点，就是讲，让青少年。第一个要有感恩的心感恩就是讲伊细汉来到遮大汉，关心伊的人，爱护伊的人，有姐，包括有这心灵那个斗保庇，所以你第一个能够成长到16岁，说实在，真的要感恩，让他有感恩的心。第二点呢，就是讲让他知道
已经16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你要有担当，对自己负责任的心。哦，这未使什么事情再依靠你的父母，能够独立的，会当家己去做的，会当做好。选到阮安平来参加咱这16岁，一定有咱特别的所在，因为咱有咱的古早的庙，吼，咱的台湾第一街，吼，咱的台湾第一城，吼，啊，搁咱的开台天后宫，这拢是足古早的物件。不过呢，阮搁会融入一些新的关卡，吼，互因大安尼。步步高升，咱的那叫啥扛布袋，好，去步步高升，就会让小朋友去体验说，我已经16岁了，我已经大汉啦，哈，希望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和小朋友体验到，我真的是16岁了。连续19天举办做16岁活动的安平开台天后宫，每一届举办拢去引真侪外籍的学生报名参加，庙方用心规划每一届活动。就是希望会当将这项富城特有的传统发扬光大，并且介绍给世界知影。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在经济歹，侪新人办婚礼的开销拢爱计较，所以台南有4星级酒店特别针对预算有限的新人推出专案，重点就是希望减少新人办婚礼的负担，将成本反映伫菜色。经济无景气，好侪新人面临婚礼筹备，拢爱定定计较，唔敢想开。对出台南市4星级酒店因应这方面新人的需求，特别推出专案，重点就是替因省去侪婚礼开销，嘛将省落来成本反映伫菜色，和原本2万块才当享受的澎湃，现在无到16000块，就当上桌请人客。好，维约酒店今年的一个喜宴活动的话，是以小资为主题，好，就是针对现在可能经济不景气啊，那大家的话就是收入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稳定，那可是新人还是要结婚的嘛，所以说我们推出了从10999到15999的一个专案。那这专案内容的话，我们非常一个丰富，好，你只要在我们这边办只要比如说15999的婚礼的话，你其实在一般的一个星级酒店的话，你可能要花到2万以上，但我们这边的话，都用最平价一个方式，然后呈现最丰富的内容。业者表示，虽然因的环境无参像5星级的豪华，不过重点就是食得会当食得丰富，互人留念，而且请客嘛较袂有压力。业者强调，只要你有30道以内倒啥需求，伫有限的预算之下，拢会当考虑。相信小小开销会当有大大的满足。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今仔日是鬼门开的日子，农历7月4日，对婚宴业者来讲，就正日淡季。不过，为一般餐厅到5星级饭店，嘛袂当拢无生理，所以纷纷祭出为5000到1万不等的降价，订好康优惠，吸无禁忌的新人来办桌。结婚为了喜上加喜，传统的婚宴请客一定拢爱经好日，所以一拄着农历7月是鬼月，禁忌较济，总是较无人愿意请客。不过为了吸引把无禁忌的少年新人，一般拢是2万块起跳的星级酒店，嘛大落价到1万多块，而且赠送总统特房，甚至也阁有机会抽日本来回机票。因应农历7月份推出了吉祥月的优惠专案，因为一般台湾人比较忌讳农历7月办喜宴，那我们也在9月推出了16周年庆的活动，只要消费满1600元就会赠送您摸彩券1张，那最大奖是台南大阪来回机票。另外，以经营餐饮为大宗，伫好日差不多拢客满的连锁集团，伫农历7月业绩竟是一口气减卖7、8成，所以因嘛传达真爱经历，逐工拢是好假日的观念。伫农历7月，同款祭出加码好康。针对农历7月的部分呢，我们就有真爱挑日子的部分。那红色点点呢，就代表我们现在平常的优惠的部分，就有桌席的优惠。那在紫色点点这边呢，我们有推出特别就是2万元蜜月旅游季，就针对鬼月农历7月部分呢，就是想让大家就是不用再特别要去跟大家挤一些好日子。那在这部分我们就有推出更加优惠的部分呢。根据了解，多数饭店甲餐饮业者，倒写伫农历7月对降5万甚至到1万拢有。倒写的规定竟是放宽，所以嘛有人选择6月来结婚，7月才请客。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
每一位有生的妇女上期待的，就是会当生下一个健康的囡仔。而妊娠糖尿病是有生的过程当中一项真有危险性的疾病，有可能让胎儿的器官发展不全，以及增加先天性心脏疾病的机会。所以一旦发生，一定要严格控制血糖，来保障母体甲胎儿的安全。妊娠糖尿病就是妇女伫有生之前并无糖尿病的病史，但有生的时阵出现高血糖的现象，主要就是因为碳水化合物的代谢变化，会随着这个时期增加，无法度平衡胰岛素的需求。妊娠糖尿病其实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危险因子。那第一个是多囊性卵巢病变，那是在台湾非常普通的。那另外一个是父母亲如果有糖尿病，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那第三个是，如果说妈妈怀孕的时间年纪比较大的话，那机会比较高。一般来讲，我们是发现35岁以上才怀孕的过程的话，其实她的妊娠糖尿病的比例会比较高。那第四个，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肥胖。如果她在还没怀孕前本来就是肥胖的话，那糖尿病的可能性就高很多。那有研究发现说，你如果那个 BMI 超过40的话，他得糖尿病的机会是比正常人多8.6倍，是非常的多。妊娠糖尿病的临床表现包括食济、啉济、熬尿、容易忝，以及出现吐的情形，不但增加老体加早产的风险，也有可能对囡仔心脏发育造成负面的影响。有关这个妊娠糖尿病它因为它小 baby 会一般来讲会长得比较大只。那医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巨婴症，那定义上是生出来是超过4公斤。那这么大的宝宝在生产过程造成妈妈很大的负担了。那一般的产道那个太狭窄，那个妈妈要把它生出来很困难，而且很容易产生那个阴道的破裂。所以这种妈妈通常来讲，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剖腹产。那剖腹产也算是开刀嘛，所以也是对妈妈是一种伤害、一种压力。另外宝宝方面他宝宝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结构上的异常，比如说他的脑袋不见得会长得很完整，那医学上我们就叫无脑症，然后其实是一个没办法再治疗的这种疾病。那另外他的脊椎可能发育也不良，然后呢脊椎外面的外胚层没有把它保护好。我们这叫脊椎的裂孔，那另外它的手脚的发育，尤其是下肢的发育可能会变得不好，甚至说是骨头长不好，那走路无力，那些可能性都会发生。相对于妊娠糖尿病的治疗原则，就是要控制碳水化合物加脂肪的量，并加食水果加蔬菜，补充维生素。在生产过后，也一定要追踪血糖的变化，以避免糖尿病的发生。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乌阴顺雨，也就是雷雨，温度30度到33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8月22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雅珊，咱再会。